入校门爱用体温喷酒精来我教室内底，大家嘛唔敢马虎。教室都消毒，高雄中央高中开学日防疫做了正彻底。校门口前门、后门我们都有热显像仪，那前门有2台，后门有1台。高雄市因为疫情小学较晚开学，高中甲国中正常开学。来看台南市。市长黄伟哲来到学校巡视防疫情形，佮亲身教囡仔量运动。头发，头发。台南市今仔日是开学日，不过有一间中学无法正常开学，因为校内有学生确诊。他是在台南就学没有错，但是他是被他高雄的家人所传染，所以这个案例算是在高雄，因为他也住高雄。一个确诊的高三女学生，伫2月7、8、7、9学校公民营队活动做辅导人员，因为病毒量较悬，传播力真强，目前已经紧急的疫调。迄一天参加营队活动的人，拢进行居家隔离。所以来看屏东。校园赶紧做消毒。屏东这间高中因为校内有学生确诊，所以讲开学嘛延到2月14。我们不停学哦，还是会在线上跟各位同学来做一个上课的了解。今日是全台湾高中以下学校开学，不过因为疫情的影响，部分的学校开学日有延。各地方政府唔敢大意，就是要防止疫情继续扩大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